好多人以為假期熬夜，只要補眠就能夠恢復，但係從中醫經典嚟睇，呢個做法可能正在悄悄耗損你最重要嘅神氣。回想下週末或者長假嗰陣，你係咪都試過追劇追到深夜，瞓到中午，結果假期完咗之後，反而覺得更加累，注意力完全集中唔到。明明補充嘅休息夠晒，點解仲會咁樣？《黃帝內經》入邊講，起居如經，神氣乃浮。呢句說話咩意思？就係話你嘅作息好似受驚咁樣，亂晒龍，就會令維持我哋精神同正氣嘅神氣浮散外泄，守唔住身體。呢個神氣可以理解為身體嘅能量系統，當佢浮散咗，就好似漏電咁，能量不斷流失，點補都補唔翻。作息混亂唔係單純令你累，而係打破咗陰陽平衡，令身體同自然節律脫咗節，長期落去就會變成亞健康。所以假期之後你覺得攰，唔係因為你瞓得唔夠，係因為你嘅神氣已經散咗，根本守唔住精力。其實規律嘅作息唔係綁住你，而係幫你嘅神氣落錨。當你起居有常，你嘅精神就可以耐守，唔會亂飄。呢個就好似俾身體一個穩定嘅錨點，令你同自然節律同步，達到陰陽平衡嘅穩定狀態。反轉嚟講，如果作息無常，你嘅神氣就會好似散沙咁，根基動搖晒，身體點樣都恢復唔到精力。從今日開始，試下比平時提早15分鐘上床瞓覺，唔使急，慢慢嚟，俾你嘅作息呢條船慢慢返回穩定嘅航道，你嘅神氣自然會逐漸安定翻落嚟。